大家好，我係 P5B 班林正儀的家長，分享一下我的親子居家象棋對譯短視頻。雖然澳門婦聯學校係本澳象棋特色學校，不僅將象棋納入正規課程，更引入此類象棋機器人，讓學生從多方面接觸象棋。但令我這個不稱職的家長知道，小朋友接觸象棋的是第一屆親子象棋賽比賽。最大的優勢對於我來講，是週六的下午舉行，離身下，平時星期六早上還要返工，真是沒有時間參與學校的活動。如常咁，對成績一直沒有抱太大的要求，也對於比賽抱着志在參與，將比賽當成一場親子樂。比賽前1個星期，與小朋友都有認真準備，我哋的準備也具時代性。大家圍住 iPad 一齊觀看 YouTube 的象棋速成視頻。比賽當天，小朋友第一場就輸到喊，當場就想放棄後面的比賽，而我又因工作原因輸咗第一場後就要離場，只能由另外一個家長參加餘下的賽事。可能餘下的比賽，小朋友都幸運地抽到平時如他一樣很少捉象棋的對手，都勉強金贏咗1-2場。之後的時間，由於婦聯係象棋特色學校的原因吧，小朋友不時有象棋的親子作業。今年小朋友主動購買實體象棋和要求家長參加比賽，而學校突然又延長咗 e-class 上的象棋報名時間，最終我哋幸運今趕上第3屆的比賽，一場親子嘉年華樂在其中。